今仔日的即个讲座，真欢喜当邀请到咱国家人民博物馆的馆长陈俊宏馆长，要来甲咱分享啦吼。我本来想讲，就是要讲一个更大的题目吼。不过这个题目真重要吼，这个艺术的转型正义吼。就是有咱一期14方面嘛是即个正义受难者其中一位张武定老师伊的即个作品伊就是画作者无一定是政治啦就讲伊其实关照即个咱的即个台湾咱的历史伊画作者图啦其中这是其中的即个作品咱会当摕来慢慢看啦就是讲今仔日咱的即个陈馆长其实伊就是本来伫同学大学咧教册嘛是即个去英国读政治学博士安尼的一个读者做是就是互即个咱政府来定调来做即个咱的即个国家人权这方面重要的工作所以今日12月份嘛，拄好好，因为咱的即个世界人权日即个日子就是即个月嘛所以咱想讲邀请陈馆长来甲咱小解即个伊所参与的投入的在人权相关的工作啦可能伊伫咧即几搭即个有看到伊真投入伫咧咱的即个要安怎艺术文化即方面的议题，甲人权结合来，互更较侪人会当透过各种方式来了解咱转型正义这相关议题咱就请伊来甲咱分享小解多谢。多谢洪辉甲咱在座好朋友。坦白讲，今日应该是我演讲遮尔济场内中其中上紧张的一条。因为这嘛是我等下要讲其实转型正义的问题，咱每一个人拢有关系。对一个最细汉父母是讲台语的家庭出世，但是我都完整用家己的母语来讲我议题。我看这本身就是一个咱社会共同爱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爱先甲大家讲道歉迄个过程中一寡名词我都用台语来讲的可能爱用迄个华语来表达的请恁来多多包涵那因为虽然我一直感觉讲我无多就台来讲这个，但因为洪辉的邀请我都拒绝因为我知影洪辉其实长年来一直咧推广即个咱的母语的即个教育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这种代志就是爱靠足侪人做伙一起来努力包括咱今仔日在场即个咱即个场地的义珍甲小球，其实我带来分享的其实是一寡甲即2年伫咧国家人权博物馆做的一寡代志其中嘛有因几个好朋友的参与，咱经过了30几年，才开始伫咧蔡英文总统就任了后，才开始来处理所谓转型正义。简单讲转型正义就是一个国家咧民主化了，要安尼处理过去的代志。过去伫咧威权统治的时代，可能做过一寡侵犯人权的代志。你民主化了，你要安处理这过去发生的代志？这是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拢爱做。这是我看足侪人，尤其是在野讲恁这食饱伤营。其实伫咧联合国的迄个统计，近伫咧全世界有100几个国家拢咧执行转型正义。所以转型正义毋是台湾发明的，是每一个要面对民主国家的过程当中，要处理过去是足重要的任务。足侪人拢讲转型正义，但是我是感觉咱趁今仔日这个机会，咱嘛互咱大家好朋友知影讲，到底啥物货是叫做转型正义？我用一个图，互大家了解，可能会较清楚。
转型正义伫联合国的也是即马国际的迄个架构底下，它有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历史真相的这个差别。你若无知影历史真相，咱一般来讲，咱要让历史不再重演，说 never again。你要有历史不再重演上，起码你要知影到底发生什么货，是安怎发生，咱才会知影要安怎避免不再发生嘛。所以第一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追求历史真相。在追求历史真相的基础下，咱才有法度去究责，去了解说什么人伫咧什么个阶段应该负什么个责任。所以这是第二个重要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咱对于被害者，咱要安怎进行物质上甲身心上的赔偿，这是第三部分。第四个部分是一般人足少人会讨论，但是转型正义足重要，就是你若要互历史无法度佮重演，你就爱开始做制度的改革。你要了解真相了，知影讲这制度是安怎有啥物问题？威权统治时代是用安尼咧管制，安尼咧统治。你民主化了，你要安怎改变？所以第四个部分就是要进行所谓的制度性的改革。所以转型正义是有未来性的，伊毋是单咧处理过去，伊是为着未来较来面对过去。这是咱爱掌握一个最重要的精神。所以，为这条道，咱就会使看一个足基本的4大任务，就是真相、责任、正义、甲制度的改革。这是4项足重要的目标。所以各位看这个图，你就知影讲，这个图其中有几个重要的价值。这是转型正义若无伫咧这基础、这基本的价值之下来做。讲较歹听会走精去，有几个人会感觉啥咧学白讲吼，所以我就真简单讲讲转型正义里面有咱这个图本来强调的迄个价值其中有一件代志我特别伫咧遮甲大家报告，就是2008年时阵，咱有成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迄个当时的主任委员大家拢熟悉嗰个黄煌雄。那黄煌雄主委其实他在就任的时候，他有发表了一个主张，伊讲伊要以和解作为前提来转型正义。但是对我来讲，拄仔颠倒去。转型正义若无伫咧这4个基本的价值的基础下，是无法度来谈和解。和解是必须伫咧这4项工课你任务达成的基础下，才有办法谈和解。否则，这个和解是一个和稀泥的和解。所以在联合国的架构底下，就感觉讲这4项是咱咧处理转型正义上重要的工课。所以咧联合国的基础下，你会感觉有4个核心的价值。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就是要怎去处理这个侵犯人权的这个人的刑事责任，还是他的道德上或法律上的责任。第二个就是面对这个大规模侵害的受害者，伊伫生理甲心理上受到的这个伤害。第三部分就是要怎完整去了解这个历史的真相。这真相实在是所有的前提啦。你若无真相，你就唔知影到底什么人做什么代志，你嘛唔知影讲这个人是哪会去受到这个冤枉，受到这个侵害。所以历史公开的档案的公开是最重要的工作。这我讲，这个前提就是要怎避免这个代志无法度袂使阁发生，这就是要开始做制度性的改革。所以司法改革最重要。各位想看卖，较早的时代是军事审判的时代，遐个检察官、遐个法官，民主化了后，因做一堆戏，
因也是伫即个司法院内底嘛。啊，所以这个问题无法度，因为讲咱选一个民选的总统，啊，咱即马开始用民主的方式来选举，所有的制度就完全按照民主的方式来进行，毋是嘛？所以转型正义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制度的改革吼。但是所以你若看咱即马促转会，其实有分做4组哦，因为今仔时间关系，我嘛无法度甲大家简单介绍。因这4组的基本的分配就是第一组就是咧做历史真相，第二组就是叫做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清除这铜像啊，等吼。啊，另外就是讲咱较早有一寡所在是大规模人权侵害的所在，譬如讲咱国家林肯博物馆。即个大家去过咱的警卫，甲绿岛，这2个所在就是较早警卫是较早的看守所，所以所有的政治犯，其实台湾的白色恐怖，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状况无啥共异。咱台湾的白色恐怖是高度体制化的，一个人去用掠、逮捕、侦讯、审讯，到他被枪决。或者是他被关押，其实都在一道程序里面。所以咱若去景美，就是迄个较早时代政治犯去用开始进行侦讯、审讯的所在。侦讯、审讯确定了后，判死刑的马场町，也是咱即摆迄个已经福和桥底下迄个水源地，好，若无就是有期徒刑的。无就上新店的军人监狱，或者是上绿岛，所以所有的政治犯，伫咧即个天数内底，其实拢会使清楚了解，透过档案，咱拢会使了解这个规定。所以保存不义，就是讲较早遮的重要的所在，甲伊保留起来，把人权侵害的场域，把它转换成为人权教育的场域。所以这是咱甲景美甲绿岛保存起来。所以第2组喺做的代志，就是去清查咱台湾所有的这铜像免哪处理的问题，另外就是免哪保存这的不义遗址。所以各位会知影了解讲，其实较早咱柯其化老师写过一本册，叫做《台湾监狱岛》，就讲迄个时代，其实像绿岛甲警卫即种。大规模有人权侵害的场域其实足侪，所以第2组伊即摆就是咧处理即个清查即个数目第3组就是咧进行所谓的司法平复的工作。较早即个政治犯，台湾其实是一个我讲咱台湾的转型正义和一般国家无共款，就是咱有定定人有人讲咱是有加害者，咱有被害者无加害者的转型正义，就是咱已经拢对历史的真相。无法度了解，所以较早，咱来想看卖，因为一般的转型正义咧民主国家，大有3种转型的方式。第1种就是本来迄个威权统治的迄个政权垮台，有反对党来执政，伊就会法度全面性的来处理过去。譬如讲，东西德统一了德国处理东德，也是看咱东欧遐个共产党国家。垮台的时候，由新的民主国家来处理当年共产统治时期，这是第1种。第2种是较早的统治者甲新的统治者做伙合作，来做伙做转型正义。上界有名的例就是南非，南非是白人的曼德拉黑人曼德拉甲白人的戴克拉克做伙合作处理南非的转型正义。第3种是威权统治的政权，伊没有倒台，他在民主化之后仍然掌握权力，是在他的手上进行转型正义。上有名的呢，就是阿根廷、西班牙甲咱台湾。虽然台湾是开始处理转型正义是咧李登辉总统开始，
各位也在想看卖，连李登辉总统上任，他是国民党主席，也是国民党提名的总统，他要怎么样去处理当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所留下来的种种威权遗绪？所以较早李登辉总统处理的方式，就是处理赔偿，但是无处理其他这三方面的代志。所以伊甲咱所有人讲，咱爱行出悲情，爱向前看，咱用赔偿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毋才咱较早会讲，咱台湾有1万外个被害者，但是无加害者的问题，就是因为安尼来。所以咱嘛会使了解，因为李登辉总统伊个迄个时代，伊要面对国民党较早所做的这个代志，伊要用这个全面性的时，我看迄是真困难。所以伊能够处理的，先处理被害者的补偿，但是迄时阵的补偿，其实都赔偿金额尔。但是因伫咧司法，伫咧咱台湾的司法诉讼，因还是有罪之身。他们没有被平反，他们只有被恢复名誉状，发了一张恢复名誉状，然后补偿你多少钱？比方按照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按照基数来判刑。所以连咱台湾的司法诉讼，他们还是有罪之身。所以第三组咧做的就是这2年，伊就是开始咧进行所有的这政治犯因的司法平反的工作，得撤销因的罪名。所以因即马咧咱台湾的司法诉讼，伊毋是有前科的啦。这是一个司法平复的工作，就是第3组。第4组，因咧做的就是所谓的社会重建的工作。各位了解的讲，因本来其实是要处理咱拄仔讲的制度性的改革，因要开始要了解着我拄仔讲的，咱较早的公务人员，伫咧迄个威权统治时代所作所为。有没有侵犯人权？所以迄个当时，迄个副主委叫做张天钦，伊本来要处理这件代志，但是伊煞用东厂的迄个笑话来讲，伊即马要做迄件代志，结果去有迄个录音带泄露出来，是让很多人认为这个促转会开始要做所谓政治清算的工作。就让后面这个整组的工作其实就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因即马做来做的是针对一寡受难者的这所谓的身心照顾的活动。所以简单讲就是讲，咱即马的促转会其实主要的思考的这转型正义任务是和这有关。但是对我来讲转型正义任务最重要。这4项的任务嘛，是咱咧面对民主转型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但是我的想法是，转型正义的代志，毋是单为着加害者甲被害者的问题，是咱所有的人拢爱去面对过去这件代志。所以咱若卡这个所有的工作任务。拢互咱的社会所有的人拢感觉讲这是加害者甲被害者的代志，遐无无关系。我感觉这件代志袂成功。特别是简单来讲，过去还没有过去，过去的很多东西在我们身上都留下很多因子。我们如果没有坦然去面对过去，其实咱无法度去真正去超越过去。所以对我来讲，转型正义是一个文化反省运动。对我来讲，是咱所有的人爱去思考过去对咱所有的人所带来的影响。就我讲的，我讲阮较早咱这个时代，讲台语爱戴狗牌的人，其实这拢是咱对咱每一个社会，特别是阮这5、6年级的人，其实影响非常深。我们常讲说，这个叫做缝上的舌头，我们舌头被缝住了。咱无都用咱自己的、家己的无来讲咱家己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另外是咱受的教育，其实有一个真大。我拄仔定讲吼，一个民主国家，
爱投入资源，也爱保存对抗独裁者的记忆，而不是独裁者的记忆。但是咱今嘛还是停留在对于独裁者的记忆，而少了我们对于对抗独裁者的记忆。其实我因为这2年伫灵权馆接触是足侪受难者，你会感觉讲，因当初是面对威权，会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去对抗的这些东西，在咱的社会当中都无人知影，无人也对因过去付出的努力有任何的肯认或者是了解，所以这是咱所有人爱面对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讲，咱无应该把转型正义是把焦点放伫讲咱受害者足可怜的，咱爱来同情，毋是这样代志。嘛毋是讲咱爱甲迄加害者抓起来安尼尔。其实是咱所有人爱去反省，免啊，互过去的代志不会在我们的身上再留下遗址，因为咱弄为过去行过来，我们一定在身上一定弄有咱过去留下来的这些威权呢所带来的这些遗绪，或者是带来的这些不良的后果。像我刚刚讲，我必须要惭愧的跟大家讲说，我没有办法很流利的用自己的母语来演讲，这就是一个过去时代里面，咱它在语言政策、文化政策，事实上是对我们的丰富的文化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样代志，要有所有的咱的台湾人了解这种代志。所以对我来讲转型正义唔是单去面对一群受害者甲加害者的问题，是咱全台湾的人民拢应该面对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感觉讲，咱会使用无共款的方式来邀请咱所有的人，唔管你较早关心无关心，较早有关心的人，有嘛人感觉我同情受害者，安尼尔。但是同情。不要多留下太多东西，而是你要转换成为一个行动，要怎么样子去改变这个社会。所以对我来讲，因为我是读政治哲学的但是我已经受到一个人的影响，今仔人无来这嘛是芳惠的好朋友，就是黄文雄先生伊带我入来人权运动所以咧1998年开始，我就参与做个人权的运动迄个过程当中。我就开始了解，就讲咱要去互社会开始了解这个议题，其实爱透过无共款的一种方式所以来到博物馆，我感觉博物馆是一个真好的平台，会使用这个博物馆这个平台来做无共款的代志。所以我就用艺术的方式来邀请无共款的人来进入到博物馆，透过艺术。来参与很多的议题。上届起码来讲，咱透过艺术比方拄仔讲，咱陈武正老师的作品，也是我等下会使介绍。咱即马足侪少年人用无共款的方式有足侪作品来吸引、来邀请很多不同非同温层的，甚至立场对立的人，也有机会大家一起坐下来。这里面最重要对我来讲的说，我们要让那些没有被听到的声音，跟他的身影被听见、被看见。因为台湾足侪人都唔知影过去发生什么代志，所以咱用这个无共款的方式，互这个人会使来了解。另外，这几年咱嘛是做足侪方式，就是互受难者也是受难者的家属。共同来参与，这个参与的过程来讲，对因来讲嘛是真大的力量因不再只是一个被关注的人，他们自己投入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是一个人权教育的实践者。这我等下会简单甲大家讲其实用艺术来做转型正义，其实伫世界国家都有。我伫咧英国读册时过程当中，就是主要就是和这做转型正义的议题有关所以我有去读足侪不同款国家安怎做转型正义这个就是
阿富汗，阿富汗因嘛是面对这个较早的政权对人民大规模的这个政治侵害，啊，这面就要处理，伊嘛是想过各种各项的迄个方式吼，啊，有一种方式，因就是邀请足侪受难者，较早台湾嘛，阿富汗足侪受难者拢战争死亡了，也是讲去这种枪决等等，留下了足侪的家属。但是这个家属面对政治的创伤，要怎处理？因邀请因做伙用参与式剧场的方式，就是恁每一个人拢是演员，咱大家拢是同款的，咱大家用这个方式起来讲咱家己的故事，用咱家己的故事做叫卡本，咱来表达咱家己的故事给大家听。伫心理学内底吼。说故事这件代志本身有疗愈的作用。我们常讲说，它有一个透过不断的说故事，其实咱有机会去咱灵魂馆过来政治受难者咧做见证。你若看因较早甲即马做这无共款，因为透过说故事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疗愈。因为因从一开始我都面对这件代志讲袂出来。他即马开始会慢慢有法度去表达，而且也会使甲迄故事讲互人来分享。这件代志本身对这当事者来讲是真大的鼓舞作用，所以因就用这种方式来这个做这种所谓转移这个代志。所以这互我做者的启发啦吼。所以国家人权博物馆我是2017年8月初。因为迄阵，我和郑丽君部长是好朋友啦，伊是希望讲我会使来到三江，互博物馆为筹备处正式成立。迄当时，我嘛是伫咧立法院去互糟蹋，去互羞辱，我有一摆去互一个在野党的国会助理我叫去内底痛骂了一顿。还把那个组织法的草案就丢在地上，不用讲出去，我迄暝暝伊拢困袂去，我当迄暝真想袂开，我想我好好的教册无要考，我来去互一个20几岁的年轻小伙子来侮辱他认为因感觉讲我做这件代志就是要来做政治斗争，就是要来清算国民党，我是甲伊讲这段历史是咱共同的历史。这不是哪一个政党的专利，只有共同面对历史，我们才有办法面向未来。迄个过程当中很幸运的咱通过迄个组织法所以2018年5月17甲18，咱伫个立德甲建委正式成立。那是安怎会选5月17？是1951年5月17日。是咱台湾第一批政治犯去送去立德的所在，有1000外个送去立德，所以咱特别选迄天做咱立德的纪念园区的成立的日子。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博物馆会使做这件代志。用艺术这件代志，其实我嘛是受到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叫做南非的大法官，叫做 Albie Sachs。较早曼德拉有2个左右手，一个是图图大主教，伊当图图主教；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做Albie Sachs，伊是断一只手，伊是白人，但是伊长期替曼德拉的在争取黑人民权、黑人的平权运动。伊只手是咧白人政府的时阵。甲炸弹放伫伊个车顶爆炸，断一只手，所以咱拢叫伊断背大法官。2018年时，我有邀请伊来咱灵魂馆。伊甲我伫灵魂馆看了时，甲我讲一句话，对我影响足大。伊讲艺术是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透过艺术，开始我用国语
他会透过艺术可以打开对话辩论的空间。他说，远远比起那厚厚的5大册的总结报告书来得更有力量。所以这张图画这真大的影响是讲，对因来讲，南非虽然有一个真相委员会出版了5本的总结报告书，但是伊一直感觉讲，透过艺术的方式，会使互这件代志持续在咱的社会不断的进行反思跟讨论。所以，伫伊的鼓舞之下，我就伫个林管馆开始做一寡较早较未想到的代志。譬如讲，我讲，要来邀请受难者、当事者，嘛先会使来参与这个议题。因为各位要了解，咱台湾一寡政治犯，拢是迄个时代高级知识分子。因是咧各行各业里面都是专精的。各位如果了解咱台湾的翻译社，足侪翻译社其实拢受难者开的。免谁来会安呢？因为因去找头路，会去受到刁难，因只有靠自己。所以他们过去现在台湾现在有一个全球前几大的叫统一翻译社。统一翻译社的社长叫方正渊前辈，伊就是较早伫咧28事件的时阵，伊是雄中的学生队长出来抗暴的，后来他在白色恐怖时也是用来去管。足侪拢是咱台湾足好的知识分子，但是因为迄个时代去受到这迄个安尼迄个政治的冤狱，所以。要安怎互因再重新面对这个社会的？我越跟他们接近，越对他们表示敬佩。所以我即摆迄个一个计划就是，邀请因做伙一起来参与。对因来讲，其实这个政治犯无怨恨，因爱的是啥物货？因爱的种历史真相到底啥？你上起码互知影讲是当初是啥物人出卖我。是啥物人伫咧做吊牌咧跟踪我？因爱了解是历史真相。第二个就是因希望后一代的少年人会使知影因的故事，互历史袂使阁发生，这是他们最大的期待。所以我是对足侪我很敬佩的这些前辈。所以阮为去年开始，伫咧林环馆的开始举办一个音乐工作坊。因为阮看一寡考古历史，甲档案，发现音乐是咧政治犯生命当中足重要的元素。譬如讲，因较早拢有掠去，知影冬至每一暗的凌晨4点点名，就是准备要掠去庆关，所以大家拢惊去点着名。但点着，因个点名进前，拢会甲所有的同志讲。我若点着名，恁唱什么歌，甲送我。所以咱看迄个基隆中学钟浩东，校长的故事，伊就是因为伊最爱听《放马车之歌》，所以伊要过身伊知影伊可能时间无久伊甲所有的同志讲，我要唱甲迄天，请恁唱《放马车之歌》送我。无就有人唱安息歌等所以音乐是伫咧政治犯生命当中是足重要的元素。佮有足侪政治犯因伫咧音乐，因伫咧家内底用唱歌来鼓舞自己，甚至因会开始写歌。所以我感觉音乐是因生命当中足重要的代志。所以阮为去年开始的做一个音乐工作坊，每一个月有邀请无共款的政治犯，请伊分享。伫咧你的生命当中，你感觉有啥物歌是你上重要？你来分享你唱迄只歌。其实音乐真的有很大的力量。迄个过程当中譬如讲各位看这张上的最左边这个是叫做高英杰，因的爸爸叫做高医生，是咱台湾祖族的一个前辈伊写出一歌，伊嘛是。会使讲，迄个世代当中足重要的知识青年但是伊
嘛是迄种情怀。我老讲伊若无过身，伊也在后留下非常多很棒的作品。而高英杰老师，其实伊做过口述访谈，咱嘛捌做过影像记录。其实伊讲过伊爸爸的故事，其实咱足侪人拢听过。但是伫迄天分享的过程当中，透过唱歌，其实伊分享到足侪从来没有听过的讯息。所以表示讲，透过音乐勾起了他很多重要的记忆跟讯息。所以对我们来讲，那一天其实大家都很感动。所以，阮每一个月有一场，拢会邀请无共款的政治受难者，伊来唱歌唱因认为重要的歌。迄个过程当中，就是咧讲伊的生命史了。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讲，哇，这音乐实在是有做。所以尾啊，阮甲所有的前辈邀请去录音室录一块 CD， 所以呢变成 CD 的主唱所以咱旧年伫咧灵环节迄天。有一个音乐来发表会。那今年嘛是今年咱特别阁有一寡前辈，毋拿唱歌尔，因开始作词作曲所以今年我们有一位咱在座有呆的同学，就知影呆有一个农化系的老师，叫张泽洲老师伊这边伊参无演出就是家己写伊家己的词咱同样嘛是甲伊送去邀请他们去录音室所以今仔拍一个广告这礼拜六大家若有兴趣下晡2点，伫咧景尾的纪念园区，因今年所有10个政治受难者有一个成果发表会，因要来表演因今年发表的这歌曲所以大家若有时间会使咱园区来参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讲的，因为要安讲故事这件代志其实是对足侪受难者来讲是，咱可能感觉无还好，咱有时间练习就好。但是也有政治创伤的人要讲这件事情，我曾经听过一个前辈讲伊要讲迄个代志，伊无法度讲迄个代志，伊连行入去迄个连环馆都无法度，因为迄勾起他太多负面的记忆。我有听过一个受难者台湾较早时代是一个做荒谬的时代，伊是反共艺术，他是反共义士他来到台湾没有多久就被特务盯上，就说这个人应该不是反共义士，这个人应该是派来的间谍，就检举他。所以他原本来台湾投奔自由，却在台湾失去自由，就被关了这个7年半。伊讲伊第一届行入去警卫时，拢两骹拢行袂入去，完全拢瘫痪，无法度行。所以你会感觉讲，这政治创伤对足侪人来讲，毋是单伊当事者来，对伊的家属，其实嘛足大的影响。所以，阮即摆今年搁另外做一件代志，就是甲这个受难者的家属，咱透过一寡心理这个艺术治疗、艺术的这些工作者做陪伴陪伴因要安怎甲因家己的故事讲出来。迄个过程当中就会做嘛是，我是唔知要安怎讲啊，是做感动。但是那这个我现在希望讲坦白讲即摆受难者的年纪拢足大。去年甲这2年我常常甲朋友讲我参加上届济的活动是啥？是告别式。我平均1个月参加1届到2届，所以你会感觉到讲咱拢咧含时间赛跑，因为时间压力足大，政治受难者的凋零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咱要来抢救这个历史记忆，其实是足大的工课。另外一方面讲，那怎么样让这些故事可以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咱这摆也邀请这2代的家属做回来。另外最部分就是各位若有兴趣，拄咧含医生讲咱每1年咧立德有人权艺术季的这个方式，就是讲因为大家来开去立德拢知影，有的人去立德当要去浮潜去看风景
但是伊拢无了解讲，伊个历史是咱台湾最重要的人权文化的场域啊。所以怎么样子透过不同的艺术的邀请啊，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园区。所以今年有足侪啊，譬如讲咱各位右下角这个是两个年轻的艺术家哦，我是感觉因起来做认真，因甲所有他柯奇化老师所有的档案、日记、回忆录跟所有二手的资料，通通阅读完之后，做了一个作品。啊，我今日较知影啊，这张作品获得了以色列的一个系列大奖的提名，有可能啊，我是觉得也蛮好的啊，这年轻艺术家。等下我也要介绍咱吴义珍的作品啊。另外，咱嘛透过电影的方式啊，来邀请台湾社会的人来了解啊白色恐怖，了解转型正义。咱即摆的迄个每一年拢有一个人权影展哦。啊，我会感觉讲吼，这个影展呢，就是讲咱透过电影这个媒介，让更多人他不需要觉得说哦，我给他也来说教。各位知道，咱这个年尾的我还不喜欢说教，更何况年轻人啊，所以我们就用艺术的方式，让他们先透过这样的一个邀请来认识议题。所以咱即摆这个方式哦。我会感觉讲，咱唔是互因对电影伊看电影的，所以我采取的方式就是，除了伫咧台北甲高雄的戏院演出以外，我甲所有的影片买公播版权，所以任何的团体甲学校，恁若有兴趣要开始推广人权教育，你就会使来甲我申请。我会甲影片送去互你，你会使规划你家己的人权影展。所以咱今年咧全台湾，因为你若要咱来靠公家机关要在全台湾走透透，其实有困难，而且你也不知道到底需求在哪里。但我们现在是由下而上，就是你感觉你有兴趣啊，你有需要啊，你提你的计划来啊，咱来讨论。要用什么方式来办理影展？所以今年咱伫全台湾有60场诶无共款的影展，伫各个乡镇，啊，就是拢像咱即摆即种啊独立书店啊，还是这 NGO， 还是学校，大家来办。所以咱就可以使把有限的资源发挥到最大的效益，也跟让各地方种子开花，啊，都可以成为我们重要的人权教育的。重要的一个伙伴，所以用这个方式，其实咱今年做侪团体含咱合作，所以这就是伫北中南东今年上届幸运的是，咱今年去到马祖有去到马祖，表示讲，开始是咧这个所谓的金马地区开始有人在关心这个议题。另外就是。我拄仔讲的，咱即摆有一个所谓的不义遗址，即个不义遗址的艺术不义遗址这个物件，一般人要听这不义遗址，感觉讲这是啥物鬼？有的人感觉讲哦，这个很抽象，而且伊讲这是要创啥？所以林环馆得透过咱的内底的研究，去了解作者所有的档案。去查出讲，在个全台湾，除了绿岛、甲警卫，也是咱即摆最近发现一个，就是较早调查局伫咧安坑，叫做安康接待室，迄就是较早美丽岛事件，遐个周围人拢去遐调查的迄个完整做完整的，因为伊本来伊要把它废弃掉我们现在也看到了那个非常完整的迄个空间还有在譬如讲，大家来看高雄的凤山，迄个叫做因为我住高雄，我细汉时阵知影高雄有一个明德训练班，迄个地方较早叫凤山海军招待所，迄是较早海军在正对海军内斗时期抓的海军政治犯的刑求场域，咱即摆把它
归类是不义遗址。所以咧咱全台湾其实有足侪所在。所以连环馆这边咧2015年先调查，初步盘点有45个位。即马处转会目前已经盘点出来，上起码有87位啦。所以咧咱专家是即马开始要好好来保留。这保留无一定讲爱完整，原封不动，是讲咱爱记得这件事情。所以要咱记忆这代志，当然有足侪方式。我会使举一个例各位若有机会去欧洲，其实这个就有一个计划，佮为德国开始的，叫做绊脚石计划。就是一个艺术家，伊用砖块，用迄个类似一个金色的砖块在石头上刻下，比方说1945几年在这里面曾经有一位遭到纳粹屠杀等等的，他在街道上用这个绊脚石，所以每一个人行的也是停一下会被绊到他，你就要弯下腰去看这个绊脚石。它是要让所有人都要停留下来，去看这个历史，同时你也要谦卑的弯下腰去面对这段历史，也要让大家不要遗忘。所以这个要保存历史记忆有做这个风险所以这绊脚石计划本来开始伫德国柏林开始启动，现在已经跨越到德国境内，在很多因为咱刚知啊，纳粹是跨越德国的其他欧洲所在所以我的意思是讲，重要是要让它保存记忆，要让现在的少年人会使了解讲，较早家曾经发生过一寡侵犯人权的代志。所以当初时郑部长已经希望讲，咱会使好好来推这个意义的，互咱台湾社会了解讲，其实咱的生活诶呼吁当中，足侪人权侵害的代志。咱会使了解讲，我们要怎么样子体认说当年这些人遭遇到这些伤害，我们才能够珍惜咱即卖的民主人权。所以迄阵我嘛是邀请到这个艺术家，大家共同来思考讲，这个议题咱要让社会人了解。各位了解讲，其实要和艺术家合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因为艺术家拢做有个性的，大家做有想法的。所以你要和伊沟通这个代志嘛是其实需要很有耐心。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因为要来委托艺术家做作品，这样代志，你若无事先沟通的清楚，其实反射会达到反效果。我举一个例，2009年时，其实伫个景尾迄阵还未成立的，迄阵叫做景美文化园区，迄阵是马英九拄仔执政，马英九的政府也想法很简单，就是这个园区要赶快把它去政治化，所以当初的规划是要希望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华山文创园区了，所以他们就找了很多的艺术家进驻，所以当年其实像那个云门舞集。云门也曾经在那里租过场地，他们也进驻在很多艺文团体拢里来的。因当这时就想讲，无咱叫这个艺术家来做创作，结果因邀请一个装置艺术家叫做尤文富。咱恁有机会去咱景尾景尾有一个景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是都在咱的看守所的，还有一个汪西林特区。各位若知影江南岸？他在1984年，台湾发生一个江南命案，迄阵就是咱台湾的情报人员去美国台西美国的公民刘一良因为这件代志闹得很大，蒋经国主要对美国政府交代，所以就起诉这个汪西林，这个当时的情报局的局长。但是汪西林不是含所谓政治犯关伫咧仁爱楼的。伊个另外可以去一间那白庄的，里下有套房拜六礼拜家属可会使去内底看，所以恁有机会会使咱人权馆看迄个汪西林特区，迄是一个足特别，这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讽刺的人权教育了哈。结果迄个2009年，所以因这遐迄阵的时代，迄个政府的官员其实拢搞不清楚什么有个转型正义。因叫请这个艺术家伫汪西林特区，叫这个艺术家去揣摩汪西林渴望自由的情形是什么？哇，这件代志不得了啊！一寡政治受难者去甲抗议嘛。上解激烈就是迄阵的施明德的太太跟陈家军，伊就杀油漆吼去破去破坏迄个作品，所以当时就引发了政治受难者跟艺术家非常激烈的冲突。所以要怎么样做艺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一开始要做这件代志时，我上需要去沟通的对象就是咱的受难者的前辈，因为伊拢感觉这艺术家都乱搞，艺术家都是搞不懂状况，都胡搞瞎搞，所以我要跟前辈们要沟通。所以我采取的方式，不是直接委托艺术家进行创作，我不是真件，我是真人。等于你提一个案子，我们大家一起来，我就启动了一个真人计划。我的这个计划是讲，我即摆有一个创作计划，你若有兴趣的，你来含人权馆做伙。这个创作计划要有4个月创作计划，就是你要跟所有艺术家要共学啦。因为我无希望讲，因为你完全无了解白色恐怖，啊，你做一个作品，我委托你作品，我到尾来讲袂使，你敢讲你干涉我的创作自由。所以所有的艺术家从零开始，那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认识白色恐怖。所以如果咱有4个月共学计划，就是艺术家，咱甄选完之后，他要跟着我们一起上课。我们有5天4夜的课程完之后，每个礼拜还会有一个陪伴计划，就是我甲受难者、甲一寡老师，做伙成立一个陪伴社区。这个艺术家有随时有啥物问题，比方说伊看无懂案，伊免去访问受难者。咱才会去协助伊。啊，迄5天4夜的课程是做密集的，啊，让因了解啥物叫转型正义，啥物叫白色恐怖，去带因去无共款的不义之去探查、去了解。所以迄个过程当中，其实对这个艺术家改变足大。因有的人足臭屁的，拄仔来感觉讲伊足捌的，但是越学越谦卑，认为自己对历史不足。所以迄个过程当中。当初是一开始的时候，足侪人感觉讲这个计划已经袂成功，因为咱可以足少的创作费。其实伊若要交差了事吼，其实也蛮容易的。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也看到说，其实这些年轻人是真的很有心。虽然他们不是什么线上很有名的，但是他们透过这个计划，其实参与咱这个4个月，规个人拢改变。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艺术家唔若是甲交出一个作品。咱透过展览巡回了，咱若讲人权馆呢是一个中央厨房的话，因帮我们做了不同的菜肴，但是即摆因变成咱人权馆合作的大厨，因还在持续做创作，所以即摆和我们就变成一个合作规划，所以咱把这2年的这个艺术创作的作品，把它转换成为文创商品。所以各位，这个拜六咱要推出这所有的无共款的文创商品。这少年人是来做有创意的，譬如讲有2个奥美广告的年轻人，因未来参加这个计划当中，根本唔知影啥有叫白色恐怖，因为对那样他们这是天龙国的天龙国，他们也没有参与过任何什么社会运动，也不了解这议题，纯粹就是一个广告。但是因为上完了这4个月共学课程，要受到足大的冲击，所以尾因为咱今年的不义之的创作的主题，讲面对这么困难的议题，你要怎和社会沟通？所以尾想想讲，巧克力是咱生活当中最常被拿到的，咱大家人拢会习惯吃巧克力。因特别去屏东
去找迄个100%的纯巧克力，去做成不易巧克力啦。每一个巧克力拢是无同款不易遗址的空间，好，然后它那个包装纸底下就会介绍每一个不易遗址的历史背景，然后它要让所有人不仅仅是视觉，你要让你体验那个味觉，那个又苦又涩，那个感觉来让大家了解到当年那个不易有多么不易哈。现在这年轻人的这类作品，就其实传达很多，我们其实用说的不一定能够说清楚，类似这些东西哈。所以咱今年这个拜咱就改这个作品，用本来是一个展览，转换成为这个作品。这就是这个艺术家开始跟我们合作。另外，咱把一寡不易遗址的这个展览的物件，把变成要去校园里面进行教育推广的教具。譬如讲，咱有一个变成一个桌游，这个桌游内底有足侪，你透过桌游，你就会了解我讲的，咱较早白色恐怖迄个军事审判的过程。这种透过游戏当中去认识历史，咱即马比你嘛会做起来代志。所以这个艺术家即马变成他们合作的对象，变成咱的大厨。而且我感觉较感动的是讲，因感觉讲他们学的不够多，他们现在还希望能够让馆方有没有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再接触更多议题。所以这个态度他们较早一开始无共款，所以这是我是感觉讲。对我来讲，伊做一个咧好好教册，我拢希望讲，咱做每一样代志，都不是只是一次性的放烟火，就结束了，而是让这些东西都可能有机会留下来。所以我现在做的东西，就是讲，唔那是因替咱完成一个作品了，咱嘛要替台湾社会邀请足侪这的人才投入人权议题的创作，未来因会持续。会在这边持续在做不同议题的创作，所以譬如讲，今年有过来艺术家咱顶礼拜伫台大的水源校区办一个伊的音乐会，这几个艺术家其实拢做少年的，因就是去看东岸了解讲，顶礼拜1950年的11月27甲28，是台大甲师大的学生从庆过的日子，大规模台大师大师生被枪决的日子，所以他们特别选在台大水源校区来做一个音乐的表演。迄个过程里面，水源校区现在也是建立水源校区。水源校区较早不是台大，较早是国防医学院、国防医学院的校地。国防医学院当年政治犯其实各位知道，当年被枪决，要领尸这件事情，对于作者家属来讲是一件困难的议题。一方面，领尸爱付，要缴钱啊，你弹孔要钱，领尸要领尸费。第二个，有的人伊感觉讲，这对有的行互厝边隔壁知影讲，阮厝是政治犯。另外有的是只身来台一个人伫台湾。足侪一寡外省朋友，所以足侪迄个政治犯庆关了后，3天内若无人领死，伊就会上去国防医学院泡福马林，3个月内无人领，就变成国防医学院大体解剖的教材，所以对。足侪人来讲，这是国防医学院一个足重要的历史。国防医学院在曾经发生过一段故事，就是解剖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份解剖的尸体是咱国防医学院的学生。迄单代志伫国防医学院引发非常大的争议。所以今年这艺术家看东岸，了解东岸，花了8个月时间了解档案之后，就在那个地方上个礼拜做了一个创作。所以我就刚刚讲，咱开始让这些年轻人接触历史的过程当中，透过不同的艺术创作方式去再现历史、保存历史。所以我是感觉讲，因这个人就是必要得变成，不是当咱这个计划内中的一个
作品的创作者而已，他成为参与我们未来在推动向下扎根、推动人权教育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这种工作的方法，我嘛是用咧绘本的这个所在其实咱台湾我是感觉讲咱台湾缺乏本土的绘本我看做者老师啊，还是爸爸妈妈拢会编做者绘本，但是咱爸爸妈妈讲的故事可能是有马丁路德金恩啊，有曼德拉，但是可能无郑南榕，无遮个其他咱台湾的遮个前辈，所以我嘛用这个赶快跟传播这个构想邀请一寡做人权绘本创作的人，所以咱期待今年年底甲明年有咱本土的绘本。其实咱本土的绘本目前和白色恐怖有关的有2本，就是迄个坐伫遐迄个吴义珍吴义珍其实就是咱即马有2个最重要的伫咱灵魂馆咧做见证导览的一个蔡坤林前辈。大家知影蔡坤林前辈是咱较早细汉读《王子》杂志的发行人另外一个陈清生前辈，伊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侨生，伊咧成大成功大学读册时，无端被卷入变成政治犯所以义珍就是用伊2个故事做成绘本这2本绘本对我来讲是咧做灵魂教育最重要的这嘛是启发我说应该要有更多本土绘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对我来讲真实的故事最有力量。而且因为咱讲咱家己的故事，更能够让我们的年轻朋友有感同身受，知道这些议题的重要性。所以，因为2个前辈拢伫咱的灵魂馆咧做导览，所以咱这几年做迄个绘本工作坊的时阵咱拢请老师讲这本绘本，讲了后。男主角就现身男主角现身了，男主角就带这个小朋友去看咱的园区，了解这个白色恐怖。较早做一人甲我讲，较早甲我提醒讲，人权馆是儿童不宜，但是我感觉看我们要怎么教啦所以咱用这个方式，就让他们走进园区，咱给每一个小朋友一支 iPad， 所以你哪听你哪翕。看你听到啥，看到啥，你就翕对吧？拍完之后回到教室里面，你再把你刚刚听到、看到的故事再做分享。哇，你就会看到小朋友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看到的视角，跟他分享故事。所以，咱若讲教育要从小做起，也就是要从小让他们知道，人不应该这样被对待人权的意义什么回所以有这个绘本其实最重要。所以，咱用这个方式，咱来期待今年咱阁有所以咱去年伫2019年前有办一个儿童权利公约30周年的特展，就开始伫灵魂馆开始邀请儿童来参加灵魂馆的谈儿童权利，而且因为18岁，联合国的规定18岁以下就是儿童所以咱伫迄个单元里面阁特别。介绍台湾白色恐怖的儿童，你感觉较早的政府做恶质的，较早有诶13岁、14岁，嘛是政治犯，阁有咱2年前过身的一个纪录片的导演叫做洪维健，伊甲6岁进前，伊是和妈妈做伙伫咧甲他大汉，就是爸爸妈妈入狱，他也跟着入狱，到了6岁。奶奶才把他带出来，在幼儿园教书这个上课，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对做这人来讲都无了解所以咱嘛是透过迄个展览，让台湾社会这小朋友了解讲这个较早的这个而且咱甲这个儿童权利公约这54条，用变做16个故事，邀请16个插画家来画这16条这若顺利的话，明年的1月咱这本册会使上市这对我来讲，这是
一个真好的教材吼。另外因为时间关系，我再来大家分享一个，对我来讲，我感觉最有意义，特别是讲对一个伫咧校教册人的吼，这对我有足大的鼓舞啊！吼，就是讲，阮即马启动一个叫做校园百孔地图计划。这个地图计划就是讲，要怎么样透过艺术进入校园。各位拢知影吼，连咱台湾是安怎白色恐怖的代志，足侪人无了解，因为咱的历史袂讲嘛。咱的历史是，甲李登辉总统以后开始有228嘛，228讲完一句之后就白色恐怖一句话之后，台湾就解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咱拢一无所知。所以，咱对作者这段历史，其实大部分的人拢无了解。而且，其实你好好，你会看教育体系是相对来讲非常保守，因常常会以教育中立的理由，讲这件代志袂使讲。但是这种实际上是非常去政治化。我常常咧做这场合讲。去政治化是最政治的，去政治化是一个非常高度政治的行为，就可能你都不要谈政治。可是这个社会哪有不谈政治？所有议题都跟政治有关，所以就变成讲作者好好，那听到白色恐怖音乐，我所以较早作者老师为着要打破这个框架，受伤身体。遍体鳞伤啊！阮有熟识一个做好的朋友，雾江国小的翁丽淑老师，伊带小朋友去郑南榕纪念馆，冇代志。所以变成较早拢是变成是老师要谈转型正义，要谈白色恐怖，变成都是老师们个别的责任。我感觉这样代志是法度安尼做，所以对我来讲，这是国家的责任。但是要突破，这嘛应该好啊想。所以，关于过程较早面对的问题是大概有2个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学校的主力，学校主力包含校方、甲家长。因为感觉讲哦，你像我较早未去民权馆进前，我是一个民间组织个台湾民间真相和解促进会的理事长。我因为用学者的身份去校校演讲，迄老师第一句举手讲：“老师，你是不是民进党？”对伊来讲转型正义就是你咧替特定的政党在服务，所以拢要花很大力气跟他们讲说，这是我们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学校行政不支持，这是一个最大的阻碍。第二个是学生无感，学生感觉迄个过去离我足远的。和我无啥物关系，上起码我是讲恁较早的时代有够可怜的，阮即摆已经毋是大部分拢是这种反应，所以要让年轻人有感，所以阮即摆就启动这个校园百孔地图计划，其实是来自于旧年，各位有知影一部电影叫《返校》，返校的发生的场景就是伫咧学校嘛，所以咱就探秘的风潮，咱伫咧旧年戒严70周年迄天5月17，5月19迄天公布一个校园百孔地图，咱透过档案，所以真上重要的在遮嘛，咱透过档案里面就去盘点出，至少现在有限的档案里面知道，发生在校园里面的百孔事件，至少全台湾有100多所，有的国小的老师。也是高中、大学拢有，包含咱讲的台师大、东吴、东海，足侪校拢有。所以咱就公布这个地图，邀请老师，你若对你学校的历史有兴趣，你现在不要去认识什么大的历史，你现在从认识自己学校历史开始，这样就比较能够贴近自己身边嘛。所以阮公布这个地图，邀请所有的老师，你有兴趣，你来和阮联络。咱会使请讲师，这个讲师有法律背景的、历史背景的，有这个艺术背景的。像我讲的，这个艺术家嘛，变成咱的讲师。
啊，先有艺术家讲述，就是讲即个摆孔计划有2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即个老师，你若有兴趣讲要学生啊知影家己的故事，咱会带着档案去帮你协助你怎么样认识自己的历史。那学生如果有感觉、有兴趣，那就进入到第2个阶段。第2个阶段就是学生你认识的历史，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历史？所以你就选择不同的艺术创作模式。所以目前为止，咱正含17间学校咧合作，这17间学校拢用无同款的方式咧做无同款的艺术创作，要捍卫历史。有的咧开始写剧本，有的开始咧写小说，有的开始咧做展览。这个计划当中，我分享一个目前已经成功的、已经完成的例子。在座唔知影，咱伫咧台北市树林山头遐有一间学校叫做卫理女中，大家拢捌听过吼。卫理女中其实当时时我知影即个卫理女中的老师要来，我嘛做意外，因为各位知影卫理女中是个私立高中。其实他们当年很多都是军情局的子弟，所以跟当年的政府的关系非常好。可是他们因当初是也好，校园里面嘛发生过校园的摆孔的迄个代志。有一个国文老师，叫做梁令惠，伊是梁启超的后代。但是因为伊迄当时就是伊嘛感觉伊爱国。所以，伊甲伊妈妈带去香港了，伊甲妈妈安置伫香港，伊家己一个人来到台湾。伊就后来就咧卫理女中教册。各位知影迄个时代里面，特务随时随地就要想讲要怎么样子找到你任何一个，因为早是种扭曲的时代，现在会有那么多的人会有冤屈，就是较早连减速匪谍条例底下。办案人员办案是有办案奖金，检举人也有检举奖金，这钱拢为对来，为政治犯的财产来，所以政治犯不仅仅会抓去关，他的财产要被没收，他的没收分成3等份，一等份分给办案人员，另外一等份分给检举的人，另外一份充公。所以50年代做这政治犯因常常会讲一个笑话，就是这些他们当年的第一批政治犯，伫迄个绿岛时，伊爱去这监狱嘛，这钱就是冤家来，所以因拢会讲，我用我的钱去监狱来关我家己啊，迄就是当时荒谬的时代。所以当年就有很多人是因为这样的被罗织罪名，只为了要领那个检举奖金或者是办案奖金。所以，这个梁令惠老师为了用检举，讲伊来到台湾进前，伫1930年时代，伫中国大陆自读书会读左派的册，所以伊尾啊去用判无期徒刑，最后伊是关14年出监。我前一站去碰到陈局议长时，议长甲我讲，伊含伊多共一天出监的，所以对伊做印象，伊咧甲内底含伊拢一直拢叫伊梁老师，就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所以这个卫理女中这个故事，我想要今日特别要来大家分享，就是这群老师是爱，我自己觉得很了不起。这方面嘛是因为108课纲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即马开始，老师们也在开选修课程，所以咱去年就是开始甲人权馆每一年的特展咱甲改做行动展。如果你老师你有兴趣，你会使甲申请，咱去学校甲你策展所以一个国文老师、公民老师、甲英文老师跟历史老师，因合组了一个社群，讲要办一个人权周。每年卫理女中，所以因就来申请我的展览迄个过程当中是安怎会通过，嘛是一个，我是感觉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代志，是因为校长看到展览的内容时，
意外的也看到了他公公的名字。伊知影因公公是政治犯，但是伊唔知影，因为咧厝里内底拢袂使讲这件代志，伊唔知影因公公是发生什么案件，所以后来老师这个展览能够进校园，校长的支持也很重要。但是我等一下会讲，他也背负了很大很大的董事会的压力。所以，迄个老师在备课的过程当中，有看到咱这个校园百孔地图的方案，伊就知哎，原来因有发生这件代志，所以呢来甲邀请讲，阮来去甲因解说这个摕东南互因了解这个东西。所以，在备课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讲，这个老师过身之前，甲伊的日记拢关了卫理女中。但是卫理女中很低调，没有把它变成可借阅的书籍，就是放在图书馆里面，拢无人知，也就意外发现尘封40年的日记，既然就这样出土了。所以这个桂鼎老兄，这个老师真用心，就除了展览之外，特别为了梁老师做一个展板，然后把当年的日记也做了一个展出。因为卫理是住宿嘛。所以弄全校住宿，所以刚开展的一刚我去，好定老师同学哭成一团，大家拢看了足感动的，所以因就决定讲伊要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计划。同学们决定讲伊要把老师的故事改编成舞台剧，这就是卫理中，所以因今年1月开始。人权馆就是和一寡艺术，就是戏剧老师合作，咱每一礼拜去卫理女中去带这群同学，怎么样子？他们也很认真，所有的脚本都是他们看档案跟看日记，把他们写出来，所以所有的脚本跟演员都是高1跟高2的同学自己演出。所以在今年的6月，也卫理女中首演，当天我也有去，去完之后校长就当天就把日记捐给了国家人权博物馆，所以他现在日记在我们那边。所以对我来讲，提供这个计划如果成功，我们就不是只是让同学认识白色恐怖或者是这些人权的故事而已，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这段历史，它就会成为卫理女中未来可以传承的重要的校史的一部分。这样的计划目前已经完成的有好几所，包含我刚讲的台大学生，因即马做的这个展览甲这个计划，我顶礼拜听因讲，因即马和台大的校史馆已经讲好了，有可能甲因做的这个物件，放入校史室内底。所以这个变成讲，这是学生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既不说教也不会让他们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跟他无关所以，咱用这个计划，我希望因为我即马后礼拜要邀请目前和咱合作的这个学校，要开一个共识会议。要大家讨论看明年伊要用什么方式。我即摆了解的是，有的同学要做展览有的同学要写剧本有的同学要读剧有无共款的方式所以就讲，因拢在读家己的历史，要去捍卫自己的历史所以现在跟我们合作的遍及全国各地，所以你了解讲，要有这个白色恐怖的历史更多人了解，就从在地做起。所以讲，即摆讲就是讲历史乡镇化，这个概念就是安尼，就讲回到自己的历史，回到自己的故事，讲自己的故事。我想这个样子最有机会让同学们感同身受。所以目前，譬如讲泸州、三重，足侪个学校即摆拢开始要进行。所以，阮年底要讨论这个合作计划里讲。有可能明年这17间学校，除了伫咧家己的学校有这个演出甲展览以外，
咱甲这17间学校的所有的作品拢邀请来国家人权博物馆。那么这几年度的成果展，让所有人了解到这些学生用自己的力量，怎么样子去保存历史、捍卫历史记忆哦。所以这个计划对我来讲有真大意义，等于讲我们好不容易有办法去突破校园这个框架，因为108课纲上起码讲转型正义已经纳入课纲，这历史的课啊。这个不在此，我来讲做这好好老师讲，人权馆是作为你们的陪伴机制，这不是人权馆，你也使讲所有的校长讲，这是人权馆的计划，这不是我家己个人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么较早有的老师让我们打破这你的意识形态作祟，这不是，这是人权馆的计划，咱和人权馆合作，这是一个官方机构，我们用官方机构的身份还没邀请。所以这个减轻了很多老师的压力，虽然那个过程中还是需要沟通跟说服。譬如说，显然我也做这场，因为不太方便讲为理女中，就是尾啊，这件代志发生了后，嘛，这个老师这个展览表演结束了后，董事会开始有校长做这压力，讲啊，这个的共费，你显然要替共费平反啊，譬如这种的迄个。啊，所以校长还是很坚定的，讲他让学生有持续创作，但是因为刚刚讲，哦，他也没有很对外特别去讲这件事情，啊，所以校园压力还是存在，所以咱讲吼，虽然没有警备总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还有很多人心中有一个小警总，常常会自我检查这些问题，到今嘛其实还是存在的。很多人都讲啊，那你在发生什么代志？没出事，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怎么样？所以在这边，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突破。我也很希望讲透过这个过程开始，慢慢啦，我这年轻的老师带着同学所以我都要讲这卫理女中三民高中中伦高中还有这卖国小也有开始有老师但是国小因为咱无法度讲到足深的，但是上起码咱传，甲因的这故事，因这个所在，譬如讲，我有一届去迄个屏东，因咧整个庄卡内底发生的那个政治案件里面，就邻居叔叔伯伯，什么亲戚都是受难者，所以那一起就影响非常深远。所以你若甲这个故事讲的，你就较了解讲什么人他们拢关系。所以，阮有一届，唔是连校园里面讲这件代志，是咧庙埕啊讲这件代志。你会感觉讲因大家拢很有感，因为迄就是因发生的代志。但是较早迄个时代，大家拢唔敢讲，无方便讲，也是讲唔知，无想要互人知影。但是慢慢咱透过这个方式开始用自己在地的力量我觉得这样子这个议题较近。你不可能光靠一个国家人权博物馆来做所有的事情，而是要邀请这些伙伴大家一起来努力。这跟我刚讲的人权影展的聚落概念一样，大家要共同让更多人能够加入。这另外就是，咱现在开始要培养这些人权的儿童尖兵所以咱嘛开始培养这些儿童的导览员怎么导览人权馆。为规定，我嘛感觉做感动，现在小孩子我感觉咱拢较早的囡仔啦，咱感觉拢较早拢讲囡仔人有耳无嘴所以莫伤济但是对我来讲是讲要安怎让小孩子从小认识到说，做一个人怎么样被当人对待那既然这个话讲啊做简单的，也要做，咱小孩到处看到很多非人的状态譬如讲。咱即卖渔工、移工，连咱台湾小孩可能还是过着很多不像一个人过的生活所以，那么呢，这些小朋友了解这代志我嘛是像我讲的这些小朋友，不是从概念出发，先互伊有感觉出发，所以咱带因去了解这无共款的空间，这空间会使讲故事。所以我感觉，虽然我会感觉讲足感谢这政治受难者来讲，若无因的努力
这两个园区是无可能保留落来。我拄讲，较早国民党的时代是要甲转型变成文创园区，绿岛曾经要把它改成这个一度要变成发电厂，好，一部分那有一次还要变成观光的大饭店。所以对你来讲，东西要把它这些东西把它做销毁，所以没有政治犯的努力，无可能保存。但是咱有一个前辈跟陈梦和前辈吼，因为较早管理领导是伊是美术系，伊咧当时是专门咧负责翕相，所以留了足侪相片。若无伊这相片，咱无法度复原。所以当伊咧生前也是最重要的推手，就是透过伊的记忆。盖相片，把这绿岛的园区重新做一些复原，才有办法让这个空间可以说故事。所以有一句话讲，先把空间保留下来，故事靠我都啃落来，故事才有办法放下去。所以有了空间，其实就可以讲故事啊。所以咱吼，这小朋友进入到园区里面啊，咱透过导览工作坊，这老师去带，互因去了解讲啊，这个过程，这个故事。各位看到第三张这相片，这我刚看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小朋友才5岁尔。因为妈妈带伊来嘛，伊讲伊嘛要做导览，童言童语嘛。伊什么？大概讲尾如果你要跟大家介绍的时候，你最后的结语，你要用什么话来作为结语？所以各位看到这样以为瞎说这个失去自由很痛苦等等。这个小朋友贴一张白纸，老师问说为什么你贴个白纸？他说他无言他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我想哇，实在是很厉害哈。所以对我来讲，我说哇，这个，我想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是落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阮这个工作坊是为着去年11月20那个儿童展的过程当中，要培养这个导览人员，小导览员，除了导览园区以外，去导览迄个展览。所以我拄仔讲的，这咱的边仔这张相片就是陈清生前辈拄仔讲的男主角吼，也出现爱了，大家讲故事吼。所以因这同学非常有感，我呀吼。真好笑的是，这小朋友这小朋友做导览员因为咱年初不是发生疫情，所以林环馆被迫要闭园，我都入去，所以这个展览我都有人看，尾开放了就稀稀落落，因为大家拢无啥敢出来。这群小朋友真正有够趣味，因尾这群小朋友其实是。因有成立一个社团，因主要都是一个爸爸妈妈成立的社团，叫做儿童文化研究社，就是专门在研究儿童的，因为爸爸妈妈这一方，因大家拢爸爸妈妈做伙来嘛，因就感觉做奇怪，恁这些大人都要研究小孩，所以因这群小朋友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大人思想研究社。那大人思想研究社。创设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如何理解大人善意的谎言，因为大人都讲用这口碑就低耶就这样，所以他们都觉得大人都用糊弄的方式，都不知道说小孩是一个权力的主体，你们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骗我。所以他们小孩从小就非常有自主性，所以因经过这个活动了，因就感觉讲这个。展览应该要有足侪人知，所以因着20个小朋友有拄仔讲的6岁，有8岁，有12岁，他们就联手一起开会决定讲，咱来写一张批，给蔡英文总统用总统的角度来叫台湾社会人来看这个展览，所以就联手写了一封信我今天没有带过来。然后不会写字的就画图，就有一张很长的信，就寄到了总统府。还有这里面还有包含这一个后来小英总统就接到了，所以在今年的6月，
小英总统就特地来看了这个展，那也由这一群小朋友来帮他导览，包完导览之后，这群小朋友因为童言童语你有机会上 YouTube 也可以看到迄个有一段这个新闻影片因个问，因拢做功课的哦，佮问蔡英文讲，你是安怎说服恁爸爸妈妈，互你参与政治？大家拢感觉参与政治是一个困难的代志，你是安怎说服你爸爸妈妈参与政治？类似，各有同学是比我较厉害，全程用台语问蔡英文总统是咱在座这个义珍，伊唔单是有创意年轻的绘本的创作者，伊嘛有一个剧团叫做夹角托剧团那因去年就是把蔡坤林前辈的故事改编成舞台剧因顶礼拜在台中演出而且另外还有咱委托这个易真宁创作陈清生前辈说好不要哭的这个舞台剧伊个这儿童剧而且因今年还有一个剧是叫慢慢谈台湾的整个台湾史我知影伊嘛是开用母语来做一寡这个教育，所以这些年轻创作者是非常有心想要在这个议题上去看。后礼拜，咱林权馆也推出一个动画影片，是咧谈我即马讲啊哩哩啦啦的这个议题，也叫做浩浩的台语课。我是邀请去年金马奖的最佳动画的导演叫做王登玉，大家若看过伊去年得奖一个金鱼，也是真有名我邀请伊做这个影片，后礼拜推出。做这个片，唔单讲台语的问题，咱因为即马其实咱的母语消失的问题非常严重。不仅是台语，咱看到非常多的在本土语言正在消失当中，所以各位若有机会看咱做推广让咱更多人了解这边咱会把迄个新住民的语言的问题放伫内底大家了解这是王登玉导演。另外文学。对我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咱今年出版一个也小恐怖的小说小说选顶礼拜已经宣布因得了这个国际书展的最佳编辑奖提名了，提名还没得奖。那阮就是感觉讲透过小说可以把没有办法说的，透过文学的方式把它说出来。所以你也感觉讲，因为较早迄个时代，其实你会了解讲，你喺白色恐怖时代要写白色恐怖的是不简单的所以咱即摆会使讲啥，怎么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反而那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不会有太多的想象。在那个时代里面，要在那个不知道怎么说的方式当中，要把话说出来。你也刚刚有非常多的文学作品，其实都精彩。而且这个东西对于教学现场做这老师来讲，是一个做好的文本所以这本册这我嘛甲大家分享的，对我来讲这嘛是咱公家机关一个足大的问题。我为着这套册的出版和阮的会计主计争执了大概将近8个月，因为对我来讲，咱较早的出版品，政府出版品，无啥人要看，无啥人要看的有2种原因一种问题讲，因为拢做做死板，另外一种问题没有通路。因为你只有在五南书局、三民书局才能够看得到政府出版品。对我来讲一个公家机关那边出版应该有2个，对我讲2个足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讲，
这本册，从公共性的角度来讲，它太重要了，即使赔钱也要出。这东西是国家要做的事。第二件事情是说，很多东西要跟社会沟通跟对话的，那你一定政府扮演这样的角色的话要出。但是就用这种出版品，你如果按照原有的出版方式，绝对不可能出版。所以我这边采取的方式是和民间出版社合作，所以我得透过他们这个春山出版社一起来共同推这本书。因为较早的册先啊无要看，因为咱较早拢用委托的，委托了这出版社出版了，迄就无伊的代志啊，好歹那是恁兜的代志。但是即摆你若合作出版，出版社爱付成本啊，所以要想尽办法爱把这本册卖出，所以就要用尽所有的力量，要怎么样去推销这本书。所以这本册，这套册虽然4本，成本要1000块，但是这套册是即摆林权馆上畅销的册，是所有册的过6倍啦。阮另外一本册。是周婉雅老师写的《转型正义之路》，迄本册嘛足好看，但是咱是用委托的，到即马500本还卖袂出，足可惜的。那一直在用尽一切力量要去推广，很多人就是买不到书。当然，我们现在人权馆已经有这个博物馆商店有在卖书了。各位如果有机会，每个月10号、20号可以，我们都打7折可以吗？但是这本册里外口的通路的人拢找的，做歹销的就是问题。但是这本册因为在做侪所在拢会来，所以各位想看这套册即马卖几套？即马已经卖3000套，比咱所有的册加起来更较济。所以这是咱即马公家机关一大问题。我知影足侪朋友啦。因为我唔是公务人员，我是因为到公务机关，才知影讲很多公务体系的很多运作，其实一关卡一关哦，会让很多议题没有办法推。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要突破了啊，所以就要跟主计沟通，不是没有法可以做，只是他们不愿意做，因为他们认为你拢干嘛讲我也图利厂商啊，因为你行民间出版，你会不会图利？但这个东西。其实只要你想清楚一个怎么拆账的方式，事实上是可以解决。但是，所以我感觉讲，这是我做一个政治学者，一个做无奈的所在。讲，咱即马台湾的整个治理方式哦，是一个防弊的逻辑，不是创新的逻辑。伊拢是感觉每一个人可能会做歹代志，所以主计治国，我感觉是正确的。因为所有代志若主计若无通过，拢无得做呢。所以我讲，我为着这件代志，和主计科吵架吵了8个月才吵出来。但现在这个模式已经成为其他博物馆、其他的文化单位想要尝试的一种新的方式。无你的送袂出去啦，你无透过民间的力量，你要送袂去。你去三民书局，你较济三民书局嘛，我都去把这些能见度被销出去。所以，阮这几年嘛是透过无共款的这本册是咱做高医生前辈的绘本，这嘛是我多讲的是真好的机会来做。这摆几点嘛？我有讲伤济无？9点9:17分。9点17分，4点过啊呢？没，到9点半。9点半，差不多。好，安尼我紧甲这结束吼。另外我是感觉讲，咱除了即摆博物馆这个机会嘛。对我来讲，我是安尼想啊，可能博物馆它不是只是一个机关，它应该是一个平台，它可以连接 NGO， 所以咱今仔拜咱有机会，咱来人权馆，咱邀请23个团体，要办一个书展那里的人权馆、人权日的书展。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咱怎么样透过这个平台和学校有更紧密的结合，所以。咱为去年开始，和台北艺术大学的合作，因每一年会开一门课，校本部的课程。这门课的主题要和每一年的绿岛人权艺术季的主题连接，所以这门课上课的同学，第一学期结束，
咱会为同学当中选3到5组的同学，因来进入下学期要进入绿岛进行创作。所以咱的绿岛艺术季，除了线上的艺术家的创作品啊，咱今年的绿岛有5件作品是北艺大学生的创作品。其实你从因的创作不比现在职业的学生来的差，所以等于从校园一做这艺术家在养成的过程里面，就让他认识白色恐怖，就让他认识人权议题。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每一年就会有北艺大学生的创作过程。那咱另外，很多人都讲讲啊，恁拢人权馆拢咧做北部，拢无来咱南部，所以我为旧年开始就甲成功大学合作所以成功大学每一年，伫咧联欢日前后，即马嘛是还在进行就是会有一个台南国际人权艺术节。透过台南国际人权艺术节，就是会使讲，譬如讲咱北部一寡新的作品，也是讲南部的一寡年轻的创作者，透过这个艺术季的方式，可以带领大家来讨论议题。大家人权日前后，所以因邀请我用成大这基地，各位知影台南有做者博物馆嘛，台湾文学博物馆、台湾历史博物馆，即马阁有台南美术馆。即摆我跟姚香英，含台南大学、台南一中、台南女中，佳琪女中做这一头，这为伙伴，每一年来规划台南国际人权艺术节。所以这个平台你会使有机会，这些创作者有机会来演出。你因咧创作才会知讲，唔知影讲咱有机会互伊创，咱唔是讲对我来讲会讲，咱提供做一个机会，互伊可以发表的原地。所以都要有讲，咱即马联管有一个人权教育补助计划。较早政府会做，讲我补助你就好啊，补助你做。但是我感觉想法是讲，唔是单单补助，你应该要有机会让他有发表的原地。所以我即马来讲，所有的这些团体，他想要做创作，我们鼓励他创作，可以请他来申请补助。他有好的作品，我们就邀请他到不同的这些地方来做表演，他就有可以表演的，可以展演的这个园地，就不会只是说，较早咱的公家部门拢干嘛做消极，干嘛我无多少啥，我就补助你会使给你，那能够成败就是由你们自己。但是我的想法是说，如果建立这样的平台，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咱即马联联环馆今年也正式推出了艺术生活节。所以每一年，咱补助的团体、补助的地方政府，咱有好的作品，咱会邀请伊每一年来这个园地发表。所以这个机会就会鼓励这些更多的年轻创作者，他愿意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所以这是咱甲这礼拜这礼拜6礼拜，大家有机会下遐要人权馆，阁有做一个活动。咱推销者，这礼拜6 2点，除了是政治秀兰家的成果发表会以外，7点半有谢明燕三重奏，有向阳老师、李明勇老师用台语2诗，谢明燕吹萨克斯风的这个三重奏的演出，伫咱的礼堂，各位若有兴趣咱就是透过这无同款的方式，让更多的连结啦。所以人权馆能够做的就是扮演这个平台的角色，让更多的伙伴能够共同来参与所以艺术是一个足大的力量另外，因为可能有人会问讲，人权馆应该做人权唔单做白色恐怖，确实是啦因为我也知道，因为咱不是白色恐怖纪念馆，咱是国家人权博物馆，咱的组织法内底。除了要处理转型正义、威权统治时期的人权以外，我们要面对当代人权议题。所以正好，咱人权馆，所以我常常讲，人权是咱台湾行出去的足大的力量。咱去年2019年就去由国际人权博物馆联盟邀请，成为国际人权博物馆联盟的亚太分会。咱即嘛是最重要的亚太。推动国际人权的基地，
所以咱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议题。所以今年咱就邀请15个移工人权团体，甲15个博物馆，有故宫的，有国美馆啊，一个博物馆的人一起有5个月的共学计划。对我来讲，我来自 NGO， 看到很多 NGO 朋友一光要抢救，就已经没有时间了，他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做社会沟通跟社会对话。博物馆的人其实也不太理解第一线的人权工作者在做什么，所以我就把这2群人把它聚集起来，经过5个月的共学，咱邀请这些人去高雄的旗津渔港去看这些庇护中心，咱带伊去南方澳上船去看这渔工的处境，把这些博物馆的人惊死，因为他知影讲台湾真正够有这些人面对这些问题。所以这2群人决定要在一起策一个展览。明年8月，各位有机会迄个当时，迄个时阵我已经无伫遐啦然后你大家有机会先参加你看看，明年8月会有一个这一群人共同策的移工人权展。我感觉这是有血有肉的展览。这个我的想法是讲，咱用这个展览来台湾演出。靠这所有的人共同来参与以外，咱即摆用这个展览去咱其他的会员国去展览。咱是移工输入国嘛，东南亚很多国家是移工输出国。咱互伊了解这是咱台湾面对移工人权的问题，咱安尼来进行国际交流跟对话，我感觉比开一个国际研讨会可能较有意义。国际研讨会安尼送网银来，大家发表 paper 安尼结束啊。但是用这个展览来对话，可能是真有意义啊。所以咱即摆伫咧东南亚有10几个会员啊，是不同款的博物馆诶合作。所以用这个机会，咱袂使做国际交流。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其实这是人主动来邀请来，就表示讲人权甲民主是咱台湾行会出去的足大的力量。所以咱爱定势，咱真正爱考虑讲，我嘛看咱个小英政府讲，人权外交真的很重要。很多议题是中国政府做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能够被看见的，就是人权。所以我常常出国开会时，有人讲哦，你们是亚洲第一个这个平权国家。那个讯息可能比外交部媒体每年做的这个讯息的量可能来得更大另外，这就是阮传去这个海星啊，菲律宾南方澳的相片所以这15个移工人权团体对阮来讲是真大的力量每年，因为每年咱咧想讲要讨论什么议题，所以明仔载我就是要含12个，我明仔载要做，明年要做关于气候变迁的问题，所以咱明仔载要跟12个环境人权的团体要讨论每年咱要做什么议题，这就是这个想法。所以因为安尼，我讲咱人权外交是足重要的，讲咱国家人权博物馆等于是亚洲第一个人权国家级的人权博物馆。这个某一个意义上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所以各位唔知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窃听风暴》，迄一部德国的电影的，当年一个德国国安局这种秘密警察的迄个电影，迄个叫史塔西档案局。迄个史塔西档案局，即马含咱人权馆嘛签合作备忘录，因每年疫情也顺利，迄个局长希望伊每年迄个局长就是当年东德共产党和足地共产党做成的，要垮台时阵开始要烧遐个档案，迄个局长就是当年一个记者第一批冲去主动把遐个档案抢落来，迄个当事人，伊每年已经70岁啊，伊希望。伊退休进前，
会使来个台湾，伊要甲台湾这位退休的最后一站。他相当于是政务官哦，他是国会任命的，但是他根本不鸟中共，他就是说他明年的希望。所以我的意思讲，其实咱有做这会使做啊，所以也因为安尼，哦，咱很幸运，我们今年6月就得了德国的一个转型正义与人权的奖，啊，那这个是这个奖第一次颁给了这个其他国家。所以，那么刚刚做评论的讲，我们的议题在国际上也被看见。譬如我都要讲的，光是政治犯各位知道政治犯有统有毒，有各式各样，还有中华民国派各式各样。因为做这样是我多坐落来大家互相讨论的，但是透过艺术，至少让他们大家都坐下来，至少聆听对方在讲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我常常讲，我们现在社会很缺少的是什么？缺少的是聆听啊。我们大家很多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少了彼此聆听的机会。那我觉得透过艺术作为一个媒介，是有这样的机会，让这个社会有机会大家一起来先理解、先认识、理解，才有办法去进一步进行超越的可能性。讲咱国家法官咧做人权的，算是讲转型正义的工作。毋过咱语言上的转型正义，应通安怎做？因为其实语言是上根本的一个重要的物件嘛。所以讲，看恁是有啥物想法，要安怎做？因为我最近拢你网络顶外社会讲。冤家啊，用台语文讲冤家啦，我嘛用冤家来练习我家己拍字。就定定拄着足侪有诶是中国人，有诶是马来西亚、新加坡遐个，因定定就讲根本就无台语迄个物件。加上有一寡就是国民党遐个因诶支持者，因就讲，就讲华语就好，讲啥物台语，对无？足侪人安尼，社团内底嘛足侪，而且佫是一个囡仔讲台语的社团，所以我是感觉讲，我是为即个经验内底感觉讲，咱家己国家的语言安怎转型，官方的一定会较慢，教育一定较慢，咱民间的团体也是讲国家人权馆专门咧处理即个议题，然后有啥物？较具体，较具体，较基层的，基本的做法，较紧的速度。坦白讲，我感觉速度我都足紧，因为这我讲的，咱这被缝上的舌头，要怎么样重新能够发挥功能，其实无遐尼简单但是我感觉是爱一步一步来所以我拄仔会甲讲。像方威即摆咧做，也是讲即摆义诊营即摆开始，咱从日常生活开始，让很多人从日常生活里使接受这个，